行情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日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印尼伫昨昏发生规模5.6千层地震，造成162个人死亡，326个人受伤，而且还有超过13000人有落无厝，2000多栋厝受损害。因为伤亡是真侪，所以病院只得袂去伫路边治疗。目前搜救人员也在救护土石压着民众。 这边山坡地和地动又甲变形，规片拢崩落，受灾区的民众由救援人员到3天慢慢地撤出。美国地质调查局资料显示，2日西爪哇省时间约定发生规模5.6个地动，深度10公里。Anak saya 7 Pak, aduh, belum ketemu. Belum ketemu sekarang Bapak, anak saya. Busuk ke bawah saya, aduh. Langsung ini ketimpaan sama anak ini nih. 地动了，当地病院停电停几落点钟，真侪受伤的人拢伫咧病院外口的停车场接受治疗。当局讲，可能需要3天才会当恢复用电。地动发生的地区人口真侪，容易山崩，厝起甲正后，挡袂了地动拢崩落。救援人员透暝伫咧搜救，官员警告讲，时间若拖愈久，死伤的人会愈多。Mayoritas patah tulang dan berhubungan dengan luka-luka karena tertimpa atau kena benda tajam. 伫即卖只手机啊信号正歹，救灾联络抑个官员通讯拢真困难。地动发生迄当阵，100公里外首都雅加达也感受会到，一个悬楼看见疏散民众。有人讲，印尼常常发生地动，大家拢真惯势啊。不过这边大家拢真紧张。印尼伫咧环太平洋地动带，地动令环境常常造成致命性的灾害。2018年苏拉威西岛地动就超过2000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 在镜头转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有搁变强，所以全台湾拢有低接雨。这雨势一直落到拜五，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就是东北风有减弱，温度会小可回升。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的北部是21度至29度，中南部是21度至30度。若暗时开始，东北季风会搁增强，所以云会变较高，水汽嘛会增加。各地拢有低渐雨，雨会一直落到拜五。东北部雨嘛较粗。拜六投票日方面就减弱，水汽嘛变少，是多云的天气。若礼拜日的时天气会搁较好，礼拜日会是温暖舒适的天气。来关心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昨昏伫总统府开记者会，说明伊参加 APEC 的成果。张忠谋是表示，后个月伊嘛亲身去美国参加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工厂上基典礼，包括美国的商务部长嘛会到位，而且嘛有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张忠谋嘛证实讲，台积电伫美国的这个工厂，除了会做5奈米的制程，未来嘛会做3奈米的晶片。 我跟我这个太太两人都会亲自参加。讲后个月要去美国参加台积电美国厂的上基典礼，到时阵包括美国商务部长拢会出席。外界关心台积电目前上先进的3奈米制程，敢会刷去美国咧？3奈米是不是也可能到美国去？对对对，之后是5奈米之后。 张忠谋解释，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厂是5奈米，也是美国上先进的制程。连5奈米了后，第二阶段才会将3奈米刷去美国。不过台积电无可能甲生产分散真侪所在。台积电甘愿付出真悬的成本支出，嘛要去美国设厂，主要是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现阶段爱关心台湾半导体产业链，敢会规个刷去美国？也有有关台积电的先进制程，是不是会紧留台湾？ 2奈米甚至是1奈米世代的制程技术，恐怕会随着台积电的扩厂，也会慢慢的进入到美国。只是差别就是说是台湾优先，然后在美国进去，或者是说两者同时展开。除了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众人关心，嘛传出台积电200奈米厂工程案，顶礼拜5已经发表。台积电对这件代志并无正面回应，敢若表示高雄厂伫整地了后，正式动工兴建。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经济部公布10月份外销订单的统计，全世界经济受通货膨胀和升利息的影响，需求有变较弱。至少10月份订单的金额比有期的也搁较歹，降到美金554亿，年减6.3%，连续2个月反乌，嘛创下自2020年2月以来上大的落上大的幅度。目前干那电子产品靠动头。来看自由时报，今年918大地震升长华东的铁路，玉里和高富里目前也是停驶的。资本是按算讲要修理到明年旧历过年之前才会修理好势。啊，不过尾啊，经过赶工加上改变工法，交通部已经宣布会当伫今年年底12月28全线通车。啊，那元旦3天的年假就当加一本书。继续来关心联合报，全国的检调伫选举进前。在调查幽灵人口，桃园、花莲即马已经有人红完起诉，台中甲高雄嘛有被告红交保。花莲的检方昨昏阁寄出968张通知单，提醒今年迁户口煞无实际起较大的民众爱设置，总共去投票恐惊会违法。也毋过法律界是认为讲，选举进前检方寄这款单，恐惊会造成民众惊吓，唔敢去投票。检方这款做法有引起讨论。关心选情，卫福部长试水员有替陈时中抱不平，讲陈时中会互批评，拢是因为挡一寡以放下变先那的财路。陈时中是出面解释讲，部长的意思是，毋是咧讲工商界伊咧骗政府，是政府有去阻挡一寡以放下的中人。国民党的蒋万安是要求陈时中要讲互清楚，这中人到底是啥？另外，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敢会出面替黄珊珊徛台，黄珊珊表示伊一定会邀请，嘛继续争取各界支持。拜六就是9合1选举投票，进前卫福部长试水员一句要不要骗子，引起工商界大怒，林碧芳批评唔通硬拗，为台北市长选战佫引起争议。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出来讲话，讲唔是工商界要骗政府，国民党蒋万安是继续爱陈时中讲清楚。所以陈时应该要回答哦，薛瑞元部长到底指的工商团体是谁？宗教团体是谁？民进党政府他们现在既然用一个选战当中编了最大的谎言，并不是商业界的人来欺骗政府，是掮客要来欺骗政府。那有一些人不查就被利用了，但是都被我们阻挡住了。无党籍黄珊珊也要求应该将摇标中人的名讲清楚，争取市民支持。除了议题高手，也有人再度拍出亲情牌。看妈妈的手一步一步慢慢来行。伫20暗后生伫造势暗会现身，离异黄珊珊的妈妈也出现相挺。不过外界更较关注的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到底敢会替黄珊珊徛台？我们会邀请，但是人家会有他们自己的安排，不要每天去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挑1个人、2个人、3个人？我要争取的是，而且宋主席也不是台北市民。黄珊珊强调，希望市民帮忙徛台。另外，传出这摆选举，公务部将无启动选举专案轮休机制，防积极选举考量。蒋万安讲，尊重各军特殊考量。黄珊珊是批评，若讲甲原来标准无同，就是有问题。首都选战，议题攻防会有未增高，积极收票。记者综合报道。那新竹市长第2场公办政见发表会是伫昨昏举办，民进党的沈慧虹抗议民众党的高虹安，邀请有贪污前科的前新竹县长范金忠去徛台，搁伫台顶暗示沈慧虹有食钱做不实的指控。那高虹安是强调，总共予伊选调市长，伊绝对正派执政。另外，国民党的林敬仁是攻击沈慧虹执政有真侪争议，嘛批评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伊讲伊才是上好的市长候选人。新竹市长选举候选人二次政见发表会，民进党沈慧虹批评民众党高虹安第19造势暗会，邀请有贪污前科的前新竹县长范金忠入港，也发表对欺负不实指控。高虹安是答应，若当选市长绝对正派执政。触犯贪污图利而遭判刑定谳的新竹县前县长范正中，在台上口沫横飞，公开宣称抹黑我沈慧虹跟市府团队贪赃枉法，
同安当选之后，绝对正派执政。我们的公共工程不灌水、不膨胀预算。刚刚我们的沈慧虹候选人提到，他说这些预算不能够叫做膨胀，但是问题是追加预算这么多的倍数，这难道是一个合理的事情吗？新闻方强调，新德市附近会拢有经过合法审查，六被攻防火警四过盆。国民党林敬仁是批评新会方过去7年qua来执政有真侪行政机，高方案技术设置占领助理费，安怎会当期待2个人会当打击备案？落跑2人组在新竹7年多的一切弊端，未来谁能够来打弊，大家心里有清楚。高候选人过去这一段助理的费用，成为有贪污的嫌疑。未来他只跑法院，哪有时间来为市民来打这个弊端？证件发表会1号，黄冠虎抗议新竹地检署起诉伊用洗片器买票，讲到一半突然跪着来喊冤枉，讲家己无辜，头会当当，会当留。2号姜伟伦甲4号李继群也各自旁证件争取选票。另外帮红四青鸟夜聊，高虹安助理为民车大文打草稿，也阁特别询问，感谢副校认定，应付副董事长选民第2台对此高虹安回应，另也讲过对话极度抹黑的言论无回应解答。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的防疫规定，确诊者是爱隔离5天，所以对昨昏开始，防通报的确诊者拜6就无法度出门去投票。若是透早出门去投票，上当会罚款200万。也毋过即马中研院的院士陈培剔是认为，确诊者会使穿隔离衫，做好防护就好，是政府完全拢无咧想配套。伊嘛讲投票是人民的权利，爱人袂使去投票有违反宪法的义务。过几天特别选举，国民党候选人拼尽全力，伫最后关头要拼选情。啊，不过确诊者是毋是用出外投票，继续引起讨论。中研院院士陈培剔认为，确诊者出门投票当法，啊，不过政府无提供其他投票方式，因讲是不断人民参政权有宪政危机。爱有其他可行的投票方式，佮提出建议，因互确诊者穿隔离衫投票，解决所有问题。已经有触犯宪法、违反宪法保障人民选举权的一个状况啊，跟我们政府安排替代投票的方案哦，可以说是严重的延宕。我们可以设计前面1个小时的时间，让确诊者呢能够穿防护衣来进行投票。比较担心会不会有隐匿确诊的问题，让民众不能投票，然后又有造成这个所谓的感染的问题，的确。要做这个决定都不简单，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支持客制化的帮他们做一个投票的一个动作。朝野议会也呼吁相关单位爱赶紧讲清楚，才袂引起后续的诉讼等政治风波。啊，不过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认为，确诊者是袂当离开大个所在，而且穿规套的隔离衫也毋是简单的代志，可能性无悬。不能离开居所，他自己去做什么是都不可以，并不是单纯只不让他投票。那你穿着隔离衣到投票所，对其他投票的人的心理上的影响或实质上影响又是什么？事实上可行性不高了。照目前5+N 的防疫规定，自一开始被通报确诊各有投票权的民众，会无法度出外投票，甚至有其他的方式维护民众选举权的同时，阁袂影响防疫，依然是各界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乌克兰的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即马搁再受到攻击。俄罗斯和乌克兰拢互相指控对方才是凶手。另外，乌克兰的军队进前有收复赫尔松，那赫尔松这个所在，即摆已经有超市重新开门来做生意，民众嘛出门排队去买物件。在互乌克兰收复的赫尔松，居民礼拜伫一间重新开业的超市前，人阵排正长，就急入去买物件。Das ist unser Lieblingsgeschäft ATB. Das ist unsere Lieblingsukrainische Ware, weil seit Februar wir haben hier nur russische Geschäfte gehabt und russische Ware. Und prinzipiell wir haben nichts gekauft. 虽然排队买物件付钱至少要等1点钟，不过民众差不多拢愿意等，因为这间超市是俄乌战争发生了后头一间重新开幕的乌克兰超市。进行9个月俄军占领期间，赫尔松的居民唔但干会当买到俄国商品，甚至互人要求爱用卢布买卖。即马总算会当购买较早定看的商品，就算爱排队嘛甘愿。Найбільше скучив за Кока-Кола та соли. Це такого нема в Росії, тільки в нас.
生的四几年冷冻水饺，这乌克兰家庭食品，差不多是每一个民众一定买的物件。虽然赫尔松也搁伫个无水电烧气的情况下，不过总算会当食到怀念的故乡味，已经互这居民伫战乱中会当小可哮喘。不过虽然有这个小小的幸福，乌克兰南部欧洲上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又搁受到攻击。俄军礼拜指控乌军10到22天攻击核电厂的电力线路加储存设施。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не прекращает провокации с целью создания угрозы техноген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на Запорожской атомной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и. 俄军当时表示，目前辐射水平正常，不过就伫俄国指控无偌久，乌克兰核能机构反抗，俄军才是攻击的人，双方讲法拢无法度得到证实。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谴责，无论是倒一边发动攻击，拢是伫损毁，必须立刻停止。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来关心土耳其伊斯坦堡伫一个月发生严重的爆炸案。土耳其的政府是讲，是库德族伫背后变鬼变怪，所以伫当地时间19至20，有对库德族自治区发动几若10届的空袭，毛造成10多人死亡。死者包括叙利亚的政府军，也有记者和民众。土耳其的 F-16战机伫暗时分配起飞过边界空袭，叙利亚甲伊拉克北部，也就是库德族自治区的范围。土耳其讲，这个月中的伊斯坦堡爆炸事件，就是库德族游击队撤回，部分用来空袭的炸弹甲飞弹，也写到伊斯坦堡爆炸案死难者的名。Bizim maksadımız hepinizin bildiği gibi, hepimiz hep birlikte aynı amaca yürüdüğümüz gibi 85 milyon vatandaşımızın ve ülkemizin güvenliğini sağlamak ve ülkemize yönelen her türlü hain saldırıdan da mutlaka karşılığını vermek. 土耳其官方讲，空袭即将对库德族游击队，不过根据总部伫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公决，除了9名叙利亚民主军的战士，也有6名叙利亚政府军也伫空袭中死亡。另外，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媒体 K24是讲有11个平民死亡，其中1人是记者，受伤的6个人中也包括2名记者在内。轰炸死的记者属于库德族语通讯社，也和土耳其列为游击队的外围组织。自2015年开始，土耳其政府以反恐为由，断绝土耳其境内的 IP 加通讯社的网络连接。صار قصف طيران تركي هون تقريبا شي 5 ضربات。另外，叙利亚北部的库德族自治区专属的通讯社 RIC 伫空袭了后的推文指出，土耳其空袭叙利亚甲伊拉克北部的库德族区域，航线会飞过美国甲俄罗斯分别控管的空域。空袭也可能事前得到美国双方同意，也是别府公司新闻齐家真编译。来关心纽西兰最高法院第2日昨昏裁定，18岁才会当投票是一种歧视，所以是爱国会去讨论，敢要修法降低投票的年岁，降到16岁。纽西兰的总理阿尔登已经对外表示表态伊支持，也毋过嘛强调一切是交予国会去决定。纽西兰最高法院2日裁定，18岁才当投票无符合纽国的权利法案。因为这项法案，互公民一个年满16岁就无受年纪歧视的权利，也必须国会讨论是毋是要将投票的年纪降到16岁。总理阿尔登表示支持，不过又还要交予国会议员讨论。I personally support a decrease in the voting age, but it is not a matter simply for me or even the government. Any change in electoral law of this nature requires 75% of parliamentarian support. That's why it's our view that this is an issue best placed to Parliament for everyone to have their say. 发现这项裁定是因为3年前纽西兰学生提出请愿，希望会当就气候危机等问题投票。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表示，政府将会提草案交予国会表决，不过各政党看法无同，立场中间偏左的上大反对党国家党无支持，所以修法要过恐然有困难。When I was 16, I didn't have enough knowledge to make a decent decision. No. And I think at that age they don't really have life experience enough to be making those decisions. I think so, yeah. And I think getting younger people more involved in politics is great because it seems like, the voter turnout always seems to be a, much older demographic. 伫即马全世界只敢若少数国家，互16岁以上的青少年有投票权。另外，有一寡国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无论纽西兰国会要是毋是通过这项修法，拢要等到后一届国会大选了才会当生效。
公司新闻张伟玲5期抢编辑。镜头来日本，受晚结婚的影响，日本即马不认证的阿某是愈来愈多。日本即马拍算要修改关精子和卵子的法律规定，也毋过同款有提出限制，爱合法结婚的翁仔某才会用的。即马代表同居也是独身，也是讲同性结婚的，才拢也是无法度生囝。这限制新婚嘛引起质疑。哪食饭哪饲囡仔。长春日子甲伊的同性伴侣茂田麻美子做伙伫咧让囡仔耍，一个得来无容易的囡仔就要满一岁啊！是长春日子用熟悉人管的情绪，互家己有心了生的。也毋过，即马传讲，日本政府要伫咧最近修关精子的法律，规定即个若合法结婚的翁某会当接受关精，可以正不满。女性が産み育て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を全部権利を私は奪われているんではないかなって思ってます。その同性カップルだろうと選択的シングルだろうと女性であることを、もしくは妊娠できるっていう可能性を奪われるっていうのは。伫咧过去几60年，日本无公布新法的精子关精问题，一直拢是伫咧法律的铺设地带，法律条文无明确禁止。要毋过，若新修的条文通过。以后便可能会惊讲违法，无愿意个替单身或者是同性伴侣做人工受精的手术。伫过去这种情形下出世的囡仔，可能被污名化，讲是非法出世的囡仔。LGBTQ の方ですね、やっぱり法的に結婚できない方、それからシングルマザーでお子さんを欲しい方とか、そういう方に対してのそういうこのドナーの方の精子提供の治療っていうのが、唯一の子供を巡られる方法ですので、そういう方が対象から外れてしまうと、今ご指摘のようなアンダーグラウンドに行ってしま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が起こってくるというのは懸念しております。伫歐洲的國家愛爾蘭，是伫今年6月通過一項領養的相關法案，第一遍准被收養的囡仔會當摕到出生證明等早年的囡仔的生活記錄。愛爾蘭過去認為女性若無結婚就有身是見孝代，會甲即款無結婚的查某囡仔偷偷送去天主教母嬰之家，若囡仔出世了，就會強甲老母甲囡仔分開，囡仔送人領養。不過2021年年初，當局公布一份5年的調查報告，講國內真濟天主教的母嬰之家收容所，捌佇1922到1998年之間，有幾多萬位未婚的媽媽甲囡仔受虐待，也有9000外囡仔佇咧院內死亡。所以今年6月通過領養的相關新法，合法公開囡仔領養前的記錄。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今日國際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向請咱同齊來看世界。北韓最近是直試射飛彈，南韓的媒體有報講，喺美國互人叫做是上強轟炸機的 B-1B， 即馬飛入去紅海。有專家是認為講，美國唔單是咧向北韓發出信息，嘛是咧警告北京。繼續關心美國的副總統賀錦麗11月2日去馬尼拉和菲律賓的總統小馬可斯見面，強調美國對菲律賓的安全承諾堅定未改變。有官員嘛講，賀錦麗嘛有甲菲律賓討論新設的美軍基地，有2笪會離咱台灣閣不止啊近。來關心國營的卡達能源公司宣布和中國簽27年的供應天然氣合約，嘛對外表示這是真正攏唔捌簽過時間上長的交易。其實即馬上欠能源的所在是歐洲，也毋過卡達煞加強和亞洲來做生意。繼續關心世界跆拳道錦標賽佇墨西哥舉辦，咱台灣的選手是表現個真好。佇東京奧運摕到銅牌的羅嘉玲，比賽頭一天伊就摕到銀牌啊。另外，陳柏彥也佇男子54公斤級的摕到銅牌，黃永宣嘛佇女子46公斤級摕到銅牌。咱台灣隊這擺的成績攏拍破英國紀錄。接到獎牌表揚，18歲跆拳道選手黃永宣得到世界跆拳道錦標賽46公斤級銅牌。黃永宣頭一擺以國手的身份出征國際賽，前3戰拍敗伊朗、哥斯達黎加甲古巴選手，到8強賽拄到世界第1的南韓選手。前兩回合雙方1-1，最後的決勝回合，黃永宣捌出啲大領先。
虽然南韩选手摆平战局，也毋过黄应轩靠着积极攻势得到胜利，进入4强战。4强战对上通县期选手第一回合，双方比分加调的，毋过真可惜，黄应轩苦战2局失败，甲哥伦比亚并列单败。另外，选手单北间先后拍败尼加拉瓜、以色列、约旦甲世界排名第2的克罗埃西亚选手了后，伫4强赛对上匈牙利。好战3回合，单北间以1比2落败，甲韩国选手并列单败。先选择到墨西哥城那边，有将近2000多公尺高，训练了3周。签表上看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抓有机会能够进前4强，他们能够发挥到自己本身的能力。教练指出，提前到墨西哥进行训练，对选手的适应甲表现有帮助。选手伫比赛场也有发挥实力，也毋过国际型比赛的参与经验也有待累积。世锦赛结束加上罗嘉玲的金牌，台湾拢总得到1银2铜的成绩，超过2017甲2019年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11888个本土病例，这是今年4月以来上低数字。另外，死亡个案有41例。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有99%拢是去为着 BA.5。若特别注意的是，大病入境的变种病毒株 BA.2.75 案例有增加的趋势，嘛要观察敢会成做后一波流行的病毒株。新冠本土连续4天破超过2万例，伫100亿，增加11888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同期落破3成，搁较是加207天的上低点，创4月底以来新低。中重症有37例，死亡41例，累计今年死亡个案有13095例。到昨天为止，累计13000多例里头，91%是具有这个慢性病史，那66%是没有打满3剂疫苗，那90%是60岁以上的个案。另外，顶礼拜病毒定数也出来，本土新型变异株由原以 BA.5 上侪占9%，境外移入部分 BA.5 有10例 ，XBB 甲 BQ.1 各1例，大致注意的是 BA.2.75 减出高例比例提悬，有机会加做后一波境外主流病毒。这个2.75呢是 BA.2 的一个衍生株哈，那它现在在过去的3周当中呢，它的占比从6%增加到28%，那这一周的数据又提升到43%，所以有一个在持续增加的一个趋势，可能有机会会盖过这个 BA.5， 成为我们的境外入的这个主流株。本土疫情连续6礼拜下降，外界关心嘴暗令什么时阵宣布第一阶段放令，呼吁会当唔免挂嘴暗。指挥中心强调，也咧继续研究，除了新冠确诊数，也爱观察流感、儿童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等呼吸道疾病等状况，等确定就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咱国内嘛出现头一个新型 H5N1 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是伫宜兰的5吉一间饲鸭场。宜兰县政府赶紧把全部的鸭5000多只拢灭掉。农委会即马当地追查感染源。一地一地用拖车拖出来的，全部拢是已经胎死拍种的鸭。宜兰5吉乡这间鸭场，14小连续有鸭死亡。三检了后，检出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的新型禽流感病毒，是咱国内头一个。全球在流行的主要在家禽流行都是 H5N1，就是我们现在发现这次，只是我们台湾这几年比较特别，都是 H5N2，尤其冬季啦，其实尤其候鸟南来北往，那其实目前其实就是禽流感好发的一个季节。宜兰防疫所已经销毁鸭场内底5010只拍种的鸭，嘛扩大检测场区附近5公里以内范围的鸭场甲鸡鸭场。农委会嘛积极追查去画到的原因。不过顶半年鸭肉真欠缺，即嘛搁拄当寒人食饱的时阵需求增加，外界烦恼讲敢会影响饲鸭的产业。饲鸭协会理会讲，拍种的鸭甲肉鸭无共款，影响并无大。肉鸭的量就起来了，所以都没有缺鸭的问题。然后宜兰这个是一个研究单位，跟我们产地不相关，它要传染到产地来机会应该是不高啦。协会表示，只要疫情不是发生伫咧产地，对肉鸭的产量甲计数影响无大，已经提醒业者就要严格预防。不过，嘛有做一个业者烦恼讲，拍种的甲肉鸭，民众根本就分袂清楚。伊袂去分
肉鸭还是种鸭？种鸭就是配酱用的，根本就无卖出来去食用嘛。啊，肉鸭就是一般就是普遍烤鸭店去用的。宜兰防疫所怀疑是毒鸟带病入来台湾的，因为伫台南市草南地，最近嘛伫野生的鸭排泄物内底验出 H5N1 新型禽流感的病毒。虽然农委会经过检验，确认这两个案件并无关系，不过台南市府赶快去现场做大规模的消毒，而且监测3公里范围内的3间鸭场，防止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桃园市立图书馆的总馆进前表示讲，电影院迄栋的营运厂商大主大意违法施工，虽讲市政府已经甲因罚钱啊，要求爱恢复变做资本的刑，也毋过有议员即马是接到民众陈情，讲这厂商根本无咧信道，无甲价帮拆掉，佮继续咧施工。桃园市立图书馆总馆对一了传出电影院迄栋营运的厂商富城开发公司违法施工，伫无申请变更设计核准的情形之下，伫2楼甲3楼中各架一站，规划做美食街。针对这点，市府甲伊裁罚，而且要求爱恢复原状。不过，议员接到民众陈情，讲厂商根本就无甲架出来迄站拆掉，还佫继续咧施工。如果今天真的停工了，他应该要开大门走大路，让所有人都来检验啊！告诉他们，桃园市政府很负责，把这个违法行为已经遏止了。议员日伊去现场会勘，煞无法度入去，伊是真激动，嘛提出会勘的公文质疑讲，是安怎市长郑文灿对当去工地视察，不过今嘛煞以工地无方便开放为理由来拒绝会勘。这里现在是东区，那有问题可以正式提供问号。这是东区，好，这是东区员，好，你这样就离开了。议员表示，建筑物内部的结构已经严重破坏，未来可能会发生崩塌的意外，影响公共安全，要求市府都要负责任。图书馆有按照监管处的要求，要求他们勒令停工，我们也确定他们是在停工的状态。同时，图书馆也按照促参的合约呢，我们也罚了新台币100万的罚款。图书馆这边表示，除了照促参合约罚100万的违约金，嘛以违反建筑法才罚48万外。另外，针对议员质疑讲，厂商鼓动结构转换，无拄拄帮停车场、甲国宾电影院为有利条件摕到的标案，敢是有道理的嫌疑。图书馆回应讲，同款砍级的就会当来替换，若无就会驳回。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和中华两个县市，即马是签国道3号要增加拿来交流道的合作意向书，要做伙向交通部争取补助，然后再个进行评估。当地人即马拢真期待。为着要互交通愈方便，中华县长期争取起中南大桥，不过评估总经费要40亿。经过地方的建议，若改做用中分大桥直接拿来交流道，若距离短、效益大。进前经过交通委员会考察了后，认为可能性较悬，地方的民众也真支持。若交通较方便，咱要出入要往南、要落南上北拢真方便啊。免讲搁踅一个啦，免搁可以讲为竹山去啦，是讲搁去到拿来迄边。拢方便，你要去竹山、台中嘛足方便啦，啊，要去南部嘛足方便啦。云林县府工务处表示，民意代表提出，若利用县道一水线中分大桥，佮加设国道3号交流道案，总工程费大约9亿9千万，加上土地征收控制伫11亿，比原地起中南大桥评估40亿佮较少，中部3关交通佮愈方便。如果把交流道再设在林内的部分那不但可以促进双方两线的那个整个交通网的一个更完善，那也可以让云南、云北、跟漳南地区的民众上交流道更便利云林县府工务处表示，中华甲云林已经签合作意向书，会朝向加设拿来交流道来规划，按算明年12月份就会当完成可能性的评估。对中分大桥接到国道3号，未来会当方便民众前往田中高铁站，互云林、中华、南投的往来更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高雄市长的选战，互外界看作是史上上冷的一战，因为高雄4年来已经举办5届选举啊。若这届要争取连任现任的市长陈其迈，伊同款是强调保持市政优先。若学者出身的对手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伊是以教育出发，拍选战的风格甲顶一届的韩国瑜完全拢无同。对轻型电车中岛设计展到台湾灯会，高雄拼转型，要改变过去过老过散的印象。共土平安。
台积电进驻，高雄市长陈其迈大拍经济牌。我们现在是全台湾6都里面青年失业率最低的城市。继续加油，让咱的陈其迈这一次上关票，好不好？蔡英文加油！现场画面饼全国上关票。10月2日，陈其迈凤山竞选总部成立，总统蔡英文甲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等人拢来徛台，因为这一战从来无希望阁有任何失角策。谢谢。 2018年，陈其迈以74万票输给韩国瑜的89万票。民进党20-30年的执政版图去互变过。地方人士观察，经历败选的陈其迈有更加积极收集民意，针对产业、就业、交通、空污4大优先2点控，希望搁拼4年。陈其迈要破100万，冲破100万。 敢有机会冲破单局当选高雄市长上关票99万票？记者搁再追问。市长有信心破100万吗？要加油加油，努力往前冲！无正面回应低调，搁再低调，也是这届陈其迈定赢的策略。不过陈其迈其实早就扮演党内上强的家母，四界替党内候选人徛台。李世进，就算陈其迈看起来色面较好，国民党候选人瓜志温行家己的路，完全无受影响。在咧教育界超过25年的瓜志温，屏东潮州人，台语讲甲足骨溜，捌做过立法委员，嘛是电视金钟奖的主持人。6月29去互党内定调，拄起步有影是足歹行。我讲实在，以前圆的变的查甫，大人更加唔知嘅。即马吼安尼走38区走到有够拍拼，所以即马大人知影我是啥物人，啊，互我很多的热情。毕竟时间已经过4年，啊，佮中间。 发生这么多代志，所以阮来当讲市长来会当甲阮鼓励，然后互咱大家来个怀念的高雄，啊，就是这款的程度安尼就好啊。无韩国瑜风格的金言话语，加上过去市民对韩国瑜93万票的无信任罢免票，瓜老师提出6大教育政见，要拼国际竞争力。透过这个城市语言教育跟双语教育，吼，系当互安尼囡仔。 增加因的竞争力，爱当和世界来做接轨。瓜志温对公教变济教的，外界认为这是勇气之战。提至2018年加2020年，哪力在咧各行政区市长得票率，就通看出国民党传统的票仓，尤其是英国上侪铁拿票的左赢，已经去互民进党变过。国民党要安怎创造奇迹，甲基本盘顾好，桃园、美浓、凤山也扩大争取中间选票。 外界高度关注，这回要有2位无党籍候选人，一位是完全无政治背景，41岁的郑宇翔，态度足低调，主要希望改善空污。另外一位是詹以丽，捌做过杨秋兴竞选高雄市长时期的发言人。詹以丽希望会当拍破政治只有拿力的思维，提供爱跳舞的少年家有完善的场地。4位候选人胜输胜赢，11月26日。 就会有结果。记者阿敏珍、大伟做高雄报道。继续来关心偏乡的医疗资源，资本体制就较烂嘛，就得欠缺啦。即马马祖的北干佮传出药师卡手无够，民进党的立委洪新涵即马呼吁连江县政府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 离岛医疗资源欠缺，马祖北干乡前几天传出有人代替药师去对药单领药啊，而且卫生所每班的值班费敢若300块等等的情形，反映出卡手无够、薪水上少的问题。扣除掉行政人员跟驾驶的话，他们在专业上面的这个医疗人力只有8位哈，一线人员的值班费只有300元。连江县政府行行好，我们真的希望行行好。 赶快提出你们的医疗人员、医疗资源的扩编的这个计划。立委洪新涵讲，虽然有听到连江县政府编的预算准备要扩大人力，不过到今还无看到影。卫福部补充，医疗资源若无够，中央有准备经费会当申请。若准马祖有需求，应该加紧速度。
如果连江县这边他们也认为说，需要透过离岛建设基金来去争取，那当然在卫福部，他到时候把计划送来到我们卫福部，我们卫福部也会做一个支持，然后来去向这个国发会来去做争取这部分的额度的这部分。针对离岛的医疗经费甲人力的问题，连江县政府进前是讲，无一般民众代替药师领药啊这件代志。记者会后嘛，还未做出明确的回应。洪新汉呼吁县政府唔通闪避，赶紧将问题提出来讨论，才通守护居民的健康。记者麦上认真派文台北报道。电影放上头，咱镜头来新竹。新竹生活美学馆举办新作品绘本成果展览。新作品透过绘本创作，画出家己对故乡的记忆和思念。来自日本的稻田木子，踮伫台湾已经15冬。透过创作，画出记忆中细汉时爱食的四手啊，还有来自印尼的朱丽菲创作的绘本内底，满满是对故乡的思念。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国家，也可以了解其他的国家的文化，然后他们的来台湾的生活啊，或者家乡的想念。然后那个地方真的，说是天地啊，种米的地。然后我就会看那个飞机，还头上的飞来飞去，我想到我家人，真的很想念他们。新竹生活美学馆当咧举办新著名绘本创作培力的成果展览，展览内底会当看到学员用母语甲华语表达出无同款的生活方式，也有人用故乡的节庆做主题，画出家己对家乡的回忆。新著名他在把他的辛酸，或者他的思念，或者他的光荣感，用绘本的方式绘画出来。其实他们跟艺术家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其实只要用心就可以找到新的发现。这项展览展到11月27日，希望民众对创作者的故事内底感受到无同款的人文特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家己市的独立册店最近用台湾文化协会做主题规划导览，透过台语导览，让民众了解在地画家陈定波的作品。就先请大家先吹，把这200度先吹出来，吹出来了后，他就会吹机。摕到题目了后，参加活动的民众，大家拢去找题目内底的线索。家己市的独立册店最近以台湾文化协会伫家己做主题，规划活读甲城市导览旅行。活动内底用陈定波必买这本册，伫导览行读的活动中设计会当贴题目的谜题。有的所在是以前大的所在，有的所在是以前定去遐迄画图的所在。所以主要是遮嘛是甲陈定波迄个时阵伊生活的背景有关的。就是可以解谜，而且可以了解更多东西。为着要让民众了解100年前的台湾文化协会是安怎为文学、历史、文化、社会这全面表达因的理想。家己的独立册店举办台语行读活动，佮安排谜题，让大家来破解，增加对导览内容的印象。一点仔忝，我想讲会当轻轻松松来遮听导览，袂想着爱真认真，安尼想，不过真好耍。对陈澄波图的构图之后，他要我们找那些字，那些字里面，整个后来解答出来以后，会看到陈澄波这个人的生命精神。主办单位表示，陈定波是文协时代推动艺术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台语嘛是迄当阵生活语言，用台语导览，甲历史甲贴题目曲做伙，若保存在地历史，嘛替合适加添趣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关心欧美上界重要的节日耶诞节礼拜到位，面对俄乌战争造成全世界欠能源，所以当地民众嘛唔敢伤过头庆祝，就惊浪费资源。一寡商业场所拢会提早禁电火，若大路顶头的电子火顶、公共场所内底用的烧气使用顶头嘛拢有限制。伦敦摄政街天顶的大天使金光闪闪，附近牛店街是规大片的电子星空。科芬园市集18公尺高的圣诞树也无输人，英国11月初点到圣诞大型灯饰，也开始年度上大型的购物季节。不过，俄乌战争造成欧洲能源短缺，美丽的灯饰后壁的大家是全民神经紧张的经济寒冬。Before they would have been on 24 hours a day, so this year they're only on for the 8 hours. And actually I should mention that all of the bulbs are LED bulbs, which make them 75% more efficient than standard bulbs. So we feel we're doing all we really can. The Christmas tree is UK sourced.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us to make sure that we're sourcing that from within the UK. And then
what are we doing when we're actually finished using the tree? We're looking at recycling the tree so it can be repurposed for other things. 节约能源，唔那干那只是道路顶的灯饰，店面也家己调整商业活动的用电。真侪欧洲的北汽公司早就关电器，超市甲机场是重新制定开暖气的标准。We are changing the target in terms of the heat in the store. And we're only putting the heat when it's the 17 degrees. So I mean, it's really a big change. I mean, like 1 or 2 degrees. The clients, they don't really feel that, but i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虽然业者努力伫咧节省能源，民众的脑袋啊，煞无一定会当应付起了正紧的物价甲能源支出。零售业怎么正担心，伫咧购物柜会无啥人客，收入会减少。公司新闻牛燕编译。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国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是22度，上悬3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8度；外岛19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